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所以这个时阵要请咱在场的兄弟姊妹，以及咱伫线顶的兄弟姊妹，咱用敬虔的心来向主祈求，咱同心来祈祷。求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这个疫情扩大的过程中间，有缘保守看顾阮得到平安。互阮无论伫实体的礼拜，也是伫线顶，会当搁一遍透过礼拜，甲你相亲近，甲你有亲密的交陪。主啊，愿恳求你，即是差遣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帮助阮用敬虔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赏赐阮的信息，透过你的信息来透放阮受困着的生命。恳求主，你互阮有专一的心志来仰望你，伫这个时刻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用信心的仰望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带保守。阮无论事情、事会、团工信息，也是伫外面招待的这兄弟，这同工，拢得到你的保守，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现在主，阮也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由主亲自赐福看顾。特别伫疫情扩大的这个过程中间，有真侪实体的聚会拢无法度进行，但总是主你的恩典有缘要临在伫阮的中间。求你帮助阮使用智慧，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会当彼此关心，互相带导，彼此关怀。也用信心的结连，互阮会当精进好的精进，看赢这疫情所带来的挑战。恳求主，你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彼此关心，互相带导，来成就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阮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互阮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拢当运行来帮助祝福更较侪人。恳求主，你也赐福互阮心爱国家台湾，互台湾伫疫情咧扩大的过程中间，全国百姓的心有缘得到保守。阮无低到过头的惊吓，也当同一心志来共同面对这个难关。相信无偌久了，阮就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祝阮有缘徛踮伫一个无清气、充满纷争、恶毒、怨恨的世界。求主亲自压落公义的政治、和平的政治、仁爱的政治，互阮会当彼此反悔、彼此认错。思考爱安怎互相用听、彼此款待，来建立合理心意的世界。恳求主你保守遮个，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见啊着我打当大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咱三甲的吟诗学了上帝，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歌词伫周报内面，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万项物，照时真最美好。最近你赏赐阮的黄酸雨，互阮感受到四季节气的变化。你创造了看会到的关山、动物、花草。也赏赐阮看袂透的深海，甲看袂到的细菌甲病毒。感谢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
你知影，阮所有的境况，无论境遇好歹，阮拢通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亲近你。互阮无论伫礼拜当中，也是伫厝内的网络线顶，阮拢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对内心发出懊恼甲感谢，用阮谦卑的心诚做上帝殿，恳求你接纳阮今透早的礼拜，诚做你所喜爱的祭。救赎阮的主，你担当刑罚，阮得到平安；你受鞭拍，阮得到医好。你为着阮定的计划，是要互阮平安繁荣，毋是要互阮受灾的，通互阮有光明的将来。亲爱的主，即时阮要为着教会内面受到奥密克戎病痛的兄弟姊妹，或是为着细囝亲人的病情来忧愁烦恼的兄弟，你来恳求。恳求你使因有够硬的抵抗力甲体力，保守因的心思意念，通过医疗甲防疫的措施来赢过这波的疫情甲病毒，也各受工作、经济、生活甲学习受到影响的肢体，恳求主亲自陪伴扶持，因为你的恩典够温用。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阳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亲爱的主，你互阮伫病痛中也看见教会牧长兄弟关心甲带导，互阮感受到温暖的关怀，体验到健康的日常就是上真实的祝福。阮也要分享你的疼，用带导来关心甲扶持阮其他的肢体，特别为着双联三期安养中心，甲伫新庄双联福利慈善基金会所照顾的济长辈、双联幼儿园的细囝，以及所有的员工、老师甲家属，恳求伫你的保护的牙坎甲固守下面。互阮通倚靠你，行过疫情中逐款的挑战，互阮上担心的老大人甲幼儿，拢通平安度过即届的疫情，因为阮确信，也感受到你逐时拢甲阮同在，你的慈爱怜悯直到永远。恳求圣神恩怨显明天边的疼。最近伫美国发生真济的枪杀案，无论伫教会，也是伫校园的内面，阮的内心拢非常的艰苦。阮幽怨戆影，检察袂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但是阮确信上帝怜悯要临到，恳求圣神亲自安慰扶持。才会失去性命的至亲，无论伫教会内面的陈医师的家属、至亲，也是伫校园内面的囡仔，或者受伤的人会当紧紧的来复原，也互伫现场经历意外的牧长兄弟，也是小朋友，对惊吓中得到逃放。用上帝听赢过惊吓、悲伤、痛苦的时刻，以致罪恶带来的伤害。恳求上帝也保守台湾正教会牧长甲兄弟，因为过去阮捌经历过228的白色恐怖的历史，求你互阮伫信仰中学习安怎弥补、化解。即种族群的对立甲仇恨，因为你知阮人的有限甲软弱，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伫上帝公义甲和平中明白你的心意，
以疼来赢过仇恨，有够也勇气来面对这的仇恨者，为因来祈祷，求圣神透放因的怨恨，互疼赢过暴力，爱看见愿望，互台湾的各族群拢愿意认同台湾这块土地，三听合一生活伫这块土地观顶，做伙行过政治仇恨甲暴力创伤的死毋山谷。感谢主，今仔日你要透过带主任牧师来传讲信息，愿圣神教阮三甲伫地，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阮的祈祷无完全，我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讲。阮是天地的，愿你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是诚，是对你亲像天理。阮的日息，听你互阮，下面阮多有，亲像阮老下面多有阮人，互你带阮的日息，有阮快卡的，因为国、欢迎、平安，拢是你所有，大家的好事。阿门。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5篇，伫圣诗后面的第6页。启应文第5篇，诗篇19篇。这一天讲起上帝的荣光，这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因的准情遍伫天的，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冥用人欢喜走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摇花的律法照全，摇花的干净确实，摇花的教师正直，摇花的命令清洁，敬畏摇花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塔通金无。搁你的奴仆对遮会受警戒。妖花的命令清，一锤会知影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摇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这时，橄榄枝班要用过去的录影来带领咱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是伊互我心唱新的歌，伊互我心唱新的歌。
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是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94页，台语汉语本伫66页。路加福音第2章41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上耶路撒冷守搬过节。耶稣12岁的时，因照例前去守节。节期煞，因起身转去。囡仔耶稣却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毋知影即件代志。掠做伊伫东行的迄群人内面，行了一天的路程，才开始伫亲友中间伫找伊。45节，因找无伊，就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因才伫圣殿内找到伊。伊坐伫犹太教师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所有听到伊的人，拢着惊，奇怪伊的聪明甲应答。伊的爸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为什么你安尼对待阮？你的老爸甲我真着急，四界找你。”耶稣回答：“为什么找我？敢讲恁毋知影我着伫我的爸的厝吗？”50节，不过因拢未了解伊即个话的意思。了后，耶稣甲因转去拿撒勒，事事拢顺坦因。伊的老母将这一切的代志拢记牢伫心内。耶稣的身躯甲智慧做伙成长，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疼惜。第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节甲第5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甲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147面，台语汉语本伫105面。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拿城有人举行婚礼，耶稣的老母有伫遐，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婚宴。酒啉了啊，耶稣的老母甲伊讲，因已经无酒啦。耶稣讲：“阿母啊，请莫勉强我做啥物，我的时还未到。”耶稣的老母煞吩咐找用的人，伊爱恁做啥物，就照伊的话做。以上，今早起带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第3讲。耶稣的老母玛利亚，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进前2讲中间，咱有分享过玛利亚的生命特质，因为伊对上帝倚靠，因为仰望上帝，信靠上帝，所以伫伊人生的困苦中间，伊会当安然度过，而且得胜。今日咱要来看伊做耶稣的老母。这个角色顶面的几项特质，特别伫耶稣的无同款的年龄层的中间，伊所扮演、伊所使用的方式，也当互咱做父母的真侪的参考。伫开始分享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阮即时用谦卑的心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确实明白你的话，也互你的话会当刻掉伫阮的心，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特别恳求主你赏赐信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行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
阿门。圣经中间对伫耶稣出来传道进前的记载非常少。咱看记着马太甲路加记载伊出世的代志，其他咱有4本福音书，马可甲约翰拢无写耶稣出世的代志。然后路加接续记载耶稣伫12岁的时阵伫圣殿发生的代志，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接续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已经30岁，所以对耶稣对孩童一直成长到成人的代志，福音书差不多拢无记载，若用几句话安尼带过。譬如讲，咱若看路加福音书，咱若看第2章39节到40节，这是耶稣出世的时阵，伫迄个清气的日子末，一般犹太人生查甫囡仔有40天的无清气，清气日子末了，因来带这囡仔去圣殿来献祭。所以耶稣出世了，玛利亚甲约瑟按照主的律法，行了一切规定去圣殿内底献祭了。圣经安尼记载讲，因就回去加利利，回到因的本乡拿撒勒去。囡仔渐渐长大，勇健有智慧，上帝恩典甲伊支持。囡仔渐渐长大，安尼即句话带过了，到到12岁时阵才有记载。然后咱若继续看，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耶稣伫12岁时阵，伫圣殿中间发生的记事。然后这段记事的最后壁，伊讲，所以耶稣就甲因回去拿撒勒，事事顺从因。伊的老母将这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内。耶稣的身体甲智慧一直成长，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意爱。所以用这句话讲了，耶稣30岁出来传道。所以伫耶稣的这个少年的时代的记载非常少，但是咱会当明白，会当想象，虽然是耶稣是上帝的囝，但是伊嘛是伫一般的家庭中间成长啊。一个囡仔成长，的确伊的父母扮演真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老母。所以咱对这段记载中间，咱会当发现讲，伫玛利亚甲约瑟因的培养下面，耶稣的成长是一个全人的成长。对这段记载中间，咱能发觉讲，伊的成长是心理甲生理做伙成长。咱看圣经中间52节讲，耶稣的身体甲智慧做伙成长。身体当然人你若供应伊够的营养，互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囡仔得慢慢成长，这是身体的成长。但是耶稣身体成长以外，伊伫智慧顶面，伊嘛成长，就是伊伫心理顶面嘛健康的成长。这互咱知影，咱来帮助一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间，咱毋是简单互这个囡仔身体成长的食物。就是讲，咱台湾话讲。饲囝嘛会好教囝，除了互伊健康的成长、生理上的成长以外，咱嘛爱帮助囡仔有品格教育、受信仰的教育，互伊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安然成长起来。安尼伊的生理甲心理才会做伙成长。这是玛利亚甲约瑟替安排。虽然厝内底困苦，但是因有缘吼，耶稣有这款的环境来成长。再来，圣经中间讲，耶稣深深得到上帝甲人的喜爱，意思讲，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甲人的关系嘛真好。这就是咧讲，伫灵性顶面、甲社交顶面，拢做伙成熟。耶稣的灵性甲社会性，
随着伊年龄安尼慢慢成长。今日咱所照顾的囡仔，咱嘛有即款的需要，咱来帮助因，将因甲上帝的关系建立落好势，爱互伊接触信仰，接触信仰的教育、品格的教育，就是讲爱互伊来到教会，互伊有机会接受这个。毋简单，互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伊甲人的关系嘛爱真好。咱今日看到真侪囡仔，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真好吼，家己咧佚佗物件的时阵，家己拢拥有这物件咧佚佗真好。若甲别人别囡仔来，就常常会发生冲突也是发生一寡问题。一个时阵真好，一群的时阵就无真好。当然冲突也是讲。意见无共款，这是必然的，一个团体生活中间必然的。但是囡仔爱伫即款的训练中间，互伊有迄个团体的生活，伊渐渐了解讲安怎甲别人交陪。所以这真重要。咱送囡仔去学校，互伊甲同学接触，有团体的生活，这真好。但是如果咱会让囡仔带来教会，这个愈好，因为有共款信仰的同伴陪因做伙成长。囡仔来教会，毋是干那甲囡仔、甲同龄人的囡仔接触尔，伊嘛甲大人、甲无共款年龄的囡仔，拢会当有交陪接触的时间。好一个团体，特别是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互伊慢慢成长。伊伫灵性顶面、甲社交顶面，拢会当做伙成熟。亲爱兄弟姊妹，囡仔是上帝赏赐咱的礼物。囡仔成长的这段时间是伊生命中间真关键的时刻。咱来让伫这个要紧的年日中间，好好来听惜这个礼物，好好来做，互伊有好的照顾，互伊伫心理甲生理顶面做伙成长，伫灵性甲社交顶面会当做伙成熟。这是咱做父母。还是做时代、做长辈，会当互这囡仔上界大的祝福。咱看见玛利亚甲约瑟因做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做了真好势。接续囡仔渐渐长大，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耶稣到12岁。一般敬虔的犹太人，伊伫12岁的时阵吼，这是因一个真重要的阶段，亲像。咱台湾的台南人有咧做16岁，16岁迄阵是伫迄个码头咧工作的人吼。那囡仔吼，到16岁进前是领半的工资吼。那超过16岁了，这囡仔已经成年吼，所以爱做16岁，就表示这囡仔已经独立成年，伊会领全部的工资吼。犹太人伊是伫12岁，12岁囡仔拢爱接受一个叫做律法之子的仪式，就是讲爱去圣殿中间做这个仪式。伫接受这个仪式进前，伫12岁进前，一个囡仔的父母爱负担这个囡仔伫宗教信仰顶面的责任。但是过了这个仪式了，囡仔满12岁了，这个囡仔就必须要家己负责，而且开始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去尽伊的宗教义务。所以12岁对因来讲是一个关键。按照律法，成年的犹太的男性，特别是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定逐冬拢爱到耶路撒冷去守搬过节。实际上，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拢希望一世人有一遍会当参与这个节期。耶稣12岁的时阵，就是伊的父母带伊去耶路撒冷过这个搬过节。可能伊迄个时阵嘛在行这个律法之子的仪式，所以伊伫圣殿中间，甲遮个犹太教师一边听一边学一边问。当这个伊的父母伫这圣殿的工作结束了，要回去厝的时阵，
耶稣真明显是对属上帝的代志有真大的兴趣，所以伊家己一个人游玩留踮伫圣殿中间。因为当时阵因要回去故乡的过程中间，拢是分队分批回去可能富人人行路行了较慢，所以互伊先行然后查甫人伫这城内底办一寡代志了尾仔较行，然后大家约定伫一个所在见面所以这个时阵可能约瑟若准耶稣是对玛利亚，玛利亚若准耶稣是对约瑟，所以毋知囡仔放弃毋知囡仔要留踮伫圣殿，因就行回程的路，一直到下远的时阵行一天了后，才发觉讲囡仔无回来，所以因就去开始找伫这亲友、亲戚、朋友顶面内底找无了，佮行等于到耶路撒冷。这时阵发现讲耶稣坐伫这个圣殿中间，伫犹太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而且四周的人拢对耶稣迄种聪明的本质真惊吓，讲这囡仔一定受真好的宗教教育，因为听到的人拢感觉伊聪明的应答真好。但是约瑟甲玛利亚这对父母因找到耶稣了，心真着急所以玛利亚看到耶稣了，伊就对伊讲：囡仔，为什么你安尼对待我？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这当然是一个做母亲的正常的反应。老母疼囝，因为囝是老母、爸母心中的一块肉嘛。囡仔放弃3天，当然是真着急所以就来讲，囡仔为什么你安尼款待我？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咱看见耶稣来回答讲：你为什么找我？兼讲你毋知影，我必须要伫我的爸的厝里嘛。咱通想象耶稣这个时阵已经12岁，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啦。伊已经开始意识到伊是上帝的囝的身份，但是当时伊嘛知影，伊伫世间还阁有约瑟、玛利亚做伊的爸母，伊要尽伊囝的本分若无咱看见着圣经写讲，伊尾仔嘛是对因等于拿撒勒，事事拢顺从伊。伊即款的回答，听起来可能真无礼貌，但实际上毋是无礼貌。伊是互玛利亚明白，伊所拥有的囡仔是甲别个囡仔无共款。咱看见着玛利亚甲约瑟虽然无明白耶稣讲的话，但是伊的老母将这一切的代志拢藏伫心肝内底，记牢伫心肝内底，真珍惜这个代志。对这段记述中间咱会当学习讲，一个爸母，一对爸母安怎去面对青少年的囡仔？耶稣这个时阵已经12岁已经是进入青少年的时期。那伊的老母安怎面对伊？首先咱看玛利亚，互咱一个真好的示范。伊面对这个囡仔伊有表达伊的感受。伊用表达感受，互这个囡仔知影伊家己对伊的关心。伊讲：囡仔，你为什么安尼款待我？虽然介像是责备但是伊的后壁面表示安那？表示爸母是真重视伊讲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四界咧找你呢因为你是阮心肝的宝贝若放弃看要安怎？所以伊有咧表达伊的情绪。咱有时咱爸母咧教示囡仔的时阵，常常只重视教示的内容。有时阵囡仔犯错，咱会来纠正，来讲你倒位做毋对，倒位做毋对。但是相时，咱毋通忽略讲，互囡仔明白讲，咱为什么要教示因？毋通爱表达咱的动机，互伊明白讲，咱是因为听的缘故，才会来纠正，
望伊变好。所以毋通稳重一个，爱表达咱的关怀、咱的疼，表达咱心中的感受。哦，这非常重要。互囡仔知影，咱为什么要安尼来提出纠正，毋是要来骂尔。搁另外，玛利亚的教示毋是简单是安尼，伊接受伊真认真听耶稣的回答。这点其实比头前一点较宝贵。耶稣回答讲：为什么找我？因讲你毋知影，我必须爱伫我的爸的厝里。耶稣真直接讲出伊的理由，而且伊咧暗示伊是上帝的囝。伊也互玛利亚明白讲，伊甲其他的囡仔无共款，将来爱承担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暗示，虽然玛利亚还阁无真明白，但是伊有将这个代志听，然后藏伫心肝。圣经中讲，伊将这个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肝内底。玛利亚真详细听耶稣的回答。咱有时阵咱会感觉真奇怪咱的囡仔伫青少年的时阵拄着问题拢无要找人，对无？拢找因的同学找因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囡仔拢认为讲爸母无要听伊讲话啦。爸母若知影这个代志就开始骂就开始指责开始纠正，开始教示。其实咱知影，青少年的囡仔开始有伊家己的意见。咱上介好的方式就是爱静静来听。虽然因的意见无一定完全成熟，但总是咱内当有一个好的态度，互伊知影咱尊重伊。安尼就真好，会当做一个沟通。所以咱爱开一点时间去听，当互咱真正会当明白，真正会当了解，真正会当接纳咱的细囝。然后听了后，咱看见着圣经中安尼讲虽然因无明白这个话，但是玛利亚将这一切事拢珍惜记伫心内。伊伫耶稣成长的过程中间，发现伊的囡仔真无共款的囡仔，所以伊就认同伊，然后藏伫心肝，反复思想来接纳伊。这是咱做父母的，咧面对青少年的囡仔，会当学习的3项原则，就是表达咱的感受，详细去听因所讲的，然后会当认同接纳。认同接纳是爱同理啦，毋是讲完全同意因的想法，但是至少爱了解因真正的需要。第3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对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这时阵耶稣已经成年啦，已经30岁，开始出来有门徒跟对伊出来传道理，已经成年啦。对这个记述中间咱来看耶稣的母亲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尊重甲放手。咱拄则所看的这个记载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发生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迦纳城是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附近的一个庄舍。当时有一家人在咧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可能甲耶稣的家庭有真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拢受邀请，耶稣的老母毋敢若去参加。可能佮帮忙宴下的筹备工作。不管安怎，这是一场真典型的犹太人的婚礼，是充满快乐的气氛。耶稣有真侪亲人朋友厝眉头尾做伙参与这个婚宴中间，大家真欢喜咧分享这个快乐的时间。但是到一半的时阵，发现讲，哇，有一个代志。出了问题为什么？就是婚宴的酒啉了。咱知酒是
犹太人庆祝的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如果伫婚宴中间酒的供应然后欠缺，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这是新郎甲新娘上界大的见笑啦。讲啊，招待人都招待袂好。当然咱若有办过婚礼，也是讲结过婚礼，咱拢知影。你做新郎甲新娘迄一天你根本就毋免管啥物代志，拢是别人来帮你斗无用嘛。所以这时阵可能掌管整个婚宴的工作，就是耶稣的老母。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就真着急啊！要安怎？伊家己都无法度啊，伊只好去找耶稣。伊就来耶稣讲，因无酒啊。但是咱看耶稣的回答嘛，真特别啊，较像做无礼貌。耶稣讲：“母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我的时刻也未到。”其实咱若看原文咱就知影这母亲这字其实是一个真亲密的讲法，无迄个无礼貌啦为什么耶稣安尼回答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咱就知影，耶稣这个时阵已经成年，而且玛利亚是爱叫伊去处理一个一般人无法度处理的代志但是其实是爱耶稣行新约。按怎新约的主管行新约的权柄是上帝，无应该出自人的意思。咱行新约毋是要满足人的需要行新约无书讲过，行新约是为着要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耶稣的老母当然伊可能有两种想法：第一，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行新约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是耶稣他出来传道，伊嘛爱借这个时间，互耶稣更像出名一个安尼，可能有这两个心态。但是耶稣就对伊讲，请毋通勉强我做啥物。这是行新约是上帝的意思，袂通照人的意思。我的时刻还未到，就是讲伊得荣耀的时刻还未到啦。这时阵毋是荣耀伊家己的时刻，但总是耶稣犹原知影安怎做。真明显，玛利亚对耶稣嘛真有信心，所以接受这一件代志，伊就对耶罗波讲：伊爱恁做啥物，伊就照伊的话做。咱若继续看来，经文讲，伫即个婚宴的场所外面有6个石甕，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的时阵爱用的，因为犹太人一般要入去厝内底的时阵爱先洗骹，所以呢，定拢会放即个石甕。内面滴水，互因会当行即个清洁净礼，互因上洗骹了，准备入房间。所以耶稣就对这萝卜讲，将这水甕拢填满水，填满水了，耶稣佫吩咐因讲，将这水来舀出来，伊讲将这物件来舀出来，送互管宴社。叫送去就是真好的酒甚至迄酒是比头前的酒更好所以人客啉了讲，看有人安尼，一般拢是先送好酒嘛互人啉到醉茫茫了，袂当分别啥物好歹较送迄个普通的酒。无想到，即个酒比头前的酒较好圣经中讲，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显示伊的荣耀，伊的温度也安尼信伊。但是咱今日要将这个焦点放伫玛利亚的心态。首先，耶稣已经成年啦，咱做父母的爱有一个心态，就是咱所有的咱的囡仔毋是咱家己的财产，是上帝所赏赐咱的礼物。囡仔是上帝给咱的礼物，爱咱好好来照顾、管理因，互因成长。但是因成长了，咱都爱互伊独立。咱只是伫即个囡仔细汉的时阵，暂时协助管理伊。你无可能永远拢用对待囡仔、3岁囡仔的方式去对待你的
已经成年的囡仔。所以咱实际方式要安做，就是爱尊重、爱放手。伫经文中间，咱知影耶稣已经30岁啊，做老母的无搁需要搁亲像一个3岁囡仔去命令伊管辖伊。伫即个经文中间，咱发现玛利亚生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尊重耶稣的决定，而且耐心的听候，无勉强伊。伊明白耶稣已经长大，会当家己做决定。咱圣经中间咱常常伫婚礼的时阵，即个牧师拢会用这段经文做婚礼的祝福，就是讲人爱离开父母，甲伊的某结连两人成做一体。牧师今日要互大家看头前这段这句话是讲人爱先离开父母啊。意思讲，一个人爱成长独立，一个人要成长独立，离开父母是必然的阶段。那离袂开父母，伊永远袂当长大。离开父母，毋是讲切断甲父母的关系，是伊爱家己成长做决定、负责任，伊爱家己勇敢起来，爱家己独立，安尼依靠有能力去照顾别人。也因为有这款的能力，伊才会通进入婚姻去照顾其他的人，包含伊的太太甲伊的囡仔。当然，妇人人嘛是相共，拢爱有这段时间离开父母，独立起来，才会当成立新的家庭。咱知影，咱咧细汉时阵咧教咱的囡仔行路的时阵，咱拢手会来牵的了。你来看，你要安怎互伊会晓行？就是你到一个阶段，安尼放咧，互伊家行。虽然头去可能行了无啥好势，你伫边仔小可来扶一下，安尼伊渐渐伊就家己晓行。你若一世人要来牵条，伊一世人拢袂晓行。所以，咱伫囡仔成年了，咱爱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关心伊、照顾伊。上界重要就是爱尊重伊，就是咱来放手，互伊家己做决定，互伊家己负责任。这是做父母的爱去学习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见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伊伫耶稣无共款的时期，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帮助耶稣成长，去建立甲耶稣中间的关系，这互咱真好的一个信息，是咱嘛当用这款的方式，甲咱的师生建立真亲密的关系。做囡仔嘛来甲咱的时代建立好的关系，通过安尼，咱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求恩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伊所做的一切，我来学习，安怎伫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帮助伊。由此赏赐阮智慧，互阮咧帮助细囝，也是阮的时势成长的过程中间，会通有智慧去分别安怎做是对，安怎做是毋对。互阮做正确的选择，互这囡仔得到祝福，也互阮得到快乐。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第348首。第348首，我点伫主的听堂，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因为防疫的措施，请现场实体礼拜兄弟，伫礼拜结束了后，才到外面走廊将奉献放伫奉献箱。伫线顶礼拜兄弟也会使用4种的方式来奉献。第一种是用网络录卡，请咱即时会当扫描。用无正手屏或是伫周报内面的 QR code 来连接。第二种是用授权书的录卡，同款是扫描用无的 QR code 来登录授权书，也是到伫教会的网站来登录授权书。第三种方式是用银行的汇款、ATM 的转销，也是微拨。会记你爱伫手机关顶来注明捐款者甲捐款的项目，然后将即个收据传真到伫教会。第四种是伫周间会早起9点到下晡5点半，直接送到教会1楼的收位。同款爱注明捐款者甲捐款的项目以上。这时也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听的源头，恳求你，互阮学习你的款式来听主上帝，听受厝边亲像家己，顺坦是大，教养是细，得到上帝甲人的听受。阮的活命在前，拢是你手事，恳求你固守阮手所做的，无空着磨，通来荣耀你的名。愿阮的奉献加做圣工的路用，愿你甘乐圣化。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无罪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简单来报告本会消息。请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页。第一项小会事工的报告。第一点，经过小会通过，对今年3月初1起聘任吴文玉做双联大楼主任。第二点，经过小会通过，
对今年6月初1起聘任张雨山做双联安养中心院长，也特别感谢赖明苗院长超过16年久的着磨甲服侍，愿上帝亲自纪念，也带领祝福新的主任甲院长未来各项的服侍。第二项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高明权兄弟伫5月22日安享主怀，并伫6月11日后礼拜六上午10点，伫教会7楼的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慰祝。请咱继续来看伫第5页总备委员会的消息，加勒泰书线顶的查经班。伫疫情时间，咱要伫线顶来播出加勒泰书的查经课程，参加的方式，咱要伫面册，就是 Facebook 来找双联教会加勒泰书查经班，也是同款扫描咱周报正手边的 QR code 就会当来找到，然后呢来点加入社团。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了，就会当来加入。对5月31日开始，每礼拜二的透早7点，咱拢会播出新的课程。总共有21讲。课程是由蔡牧师来带领咱大家来查考加入太书，欢迎所有兄弟拢会当参加来参与。以上的说明无够清楚的，咱。会当来请问咱厝内的时势少年的是讲会当敲电话到伫教会咱会当来找咱的数位委员会委员会的林忠平干事是咱新聘任的干事请因来合作所以咱也无 Facebook 的兄弟会当来请来教会来请因来合作。以上下面要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来介绍。若无牧师补充一下咱拄则有报告迄个加勒泰迄个书的查经班伊讲每礼拜二早起是7点推播啦但是你任何时间拢会当去看啦。就讲拜二以后迄段时间你任何时间拢会当点入去看每礼拜会报一集拢总有21讲这请大家当利用即个疫情的中间做若是会当研读上帝的话即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会当互阮透过今日的礼拜，甲你相交陪，听你的话，求主亲自赐福，坚固阮的信心。阮特别要将阮肢体中间有心神软弱的兄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安慰扶持。有肉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照顾，也阮肢体中间有丧失亲人的，求主你保守带领，互阮看出你所想事阮的愿望，也互阮伫即个教会生活中间，无因为疫情的阻挡，帮助阮彼此关怀，互相代祷，来成就主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恳求主你。持续带领、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互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所设立的各个机构，拢会当荣光你的圣名，祝福万民。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祝福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透，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供受差遣。